澳洲嘅聯邦大選啊，啱啱結束啊，咁執政黨嘅工黨咧繼續連任喎。今集咧就唔係同大家講政治啊，咩左派右派咧啊，唔係我哋討論嘅話題。咁主要咧係會為大家分析啊，工黨咧喺選舉嘅時候佢嘅選舉承諾啊，未來啊會唔會帶領澳洲啊變得更加好呢？會唔會解決到啊而家澳洲人啊面對嘅好多嘅問題咁，包括啊生活成本上漲啦，以及啊房屋供應不足呢啲問題呢？另一個好多網上面忽視嘅問題嘅就係澳洲政府啊而家嘅債務啊。如果未來啊唔得到改善嘅話，會出現啲咩情況呢？我相信呢個話題啊都係好多住喺澳洲嘅本地人啊以及啊投資者會關心嘅問題啊，因為呢啲問題啊都會直接啊或者間接啊影響你嘅投資回報㗎喎。大家好，我叫 Alex， 歡迎收睇土 TV。如果你覺得我啲影片有用嘅話，希望你訂閱、點讚同埋幫我 share 出去，同埋記得啊撳埋個鐘仔啊，一有新嘅影片咧會馬上通知你噶。如果你收唔到通知嘅話咧，可能要重新訂閱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房屋政策啦，目的咧係想幫助更加多嘅本地人啊，特別係first home buyer 啊，以及年輕人啊上車。咁包括動用100億澳元啊，起10萬間屋啊，俾呢個 first home buyer 啊，而且first home buyer 咧最少只係需要支付咧5% 咧嘅 mortgage 嘅首期咧就可以上車啦。咁呢一個政策咧喺上一集咧已經同大家分析過啦，我直接講答案啦。咁就係雷聲大雨點少，蛇頭鼠尾作用唔大。咁點解呢？首先就係呢個10萬間屋啊，佢係分幾年啊，擠牙膏咁樣擠出嚟噶。同埋根據而家嘅樓價，我初步咁樣計嗰條數咧，呢100個億咧係唔夠cover呢個10萬間屋噶。同埋再加上好大機會咧，未來澳洲政府喺財政上壓力咧係會越嚟越大噶。咁因此咧呢一個 program 啊，最終爛尾嘅機會咧係相當之高噶。另外工黨會跟隨自由黨繼續限制海外買家，或者咁講啦係非澳洲 PR 或者澳洲公民citizen 咧購買澳洲嘅二手樓。呢個禁令咧係會持續2年噶。咁2年之後又會點呢？嗱，好坦白講，真係要睇翻2年之後澳洲本地嘅房屋供應呢係咪仍然供應不足？因為澳洲呢係一個民主國家嚟㗎，兩個黨都要聆聽呢個民意㗎。咁目前呢，海外買家呢仍然係可以購買新樓㗎。咁另外呢個工黨呢同綠黨達成共識會對非澳洲本地居民如果你間屋係空咗喺度嘅話呢，徵收呢個空置嘅房產稅啊。咁當然啦，你間屋呢如果係出租嘅咧冇問題嘅，或者你本人喺入邊住嘅話呢，亦都係唔需要俾呢個空置房產稅噶。另一個大家關心嘅話題就係減稅啦。工黨宣布會喺出年嘅明年嘅7月1號開始減稅。澳洲呢係行 progressive tax rate 噶，即係話呢收入越高呢，你嘅邊際稅率係越高嘅，最高呢可以達到45%，另加呢2%以上嘅醫療稅。工黨嘅票倉不嬲都係來自中低收入嘅人士。咁佢宣布未來7月1號開始會將呢個最低嘅邊際稅率由16%最終係分2個階段減到14%。咁佢預計澳洲政府會喺未來4年少收171億澳元噶。聽落去當然好好啦，所有人都俾少咗稅噶。咁但係問題嚟啦，澳洲政府嘅稅收少咗，但係支出大家睇到啦係多咗嘅。咁而家澳洲政府佢爭落嘅債務係接近1萬億澳元嘅，我真係唔知佢點樣去還呢筆錢啦。咁我哋繼續睇睇佢嘅政策，咁我之後會同大家分析一下澳洲政府呢個債務危機未來會對澳洲帶嚟乜嘢影響啊？咁舒緩生活成本方面啦，咁工黨就繼續派糖。咁所有small business 都會收到呢個150蚊嘅電力補貼，咁最終其實係益咗啲電力公司嘅啫。咁對一啲中小型企業係毫無幫助㗎，因為而家中小型企業面對最大嘅問題咁主要係來自而家澳洲嘅經濟並唔係你想象中咁好，咁特別係呢個零售市場呢個消費疲弱，以及人工成本相當之昂貴。咁先唔好講澳洲嘅人工同埋福利支出有幾大啦，澳洲人嘅效率係出咗名低㗎。
咁所以咧，工黨啊呢個政策咧係攞政府嘅錢啊去益咗電力公司以及學校啫。嗱，講到學校啊，咁講到學生啊，工黨承諾啊會為學生嘅 student loan 咧就 waive off 20%啊2成。呢個舉動啊會為澳洲政府啊帶嚟呢個200億嘅支出啦。以上所有呢啲措施啊，對舒緩啊而家澳洲人啊個 cost of living 個壓力咧係冇任何咧長遠嘅幫助噶。醫療方面啦，咁工黨承諾啊會投入更加多嘅資金啊去投入喺呢個 Medicare 啊。咁細節咧我就唔講啦，我直接講答案啦。咁工黨咧係唔識呢個財務管理噶，咁基本上咧嗰啲錢咧就抌咗落鹹水海嘅啫。咁最終啊澳洲嘅低收入人士咧，你都係要面對呢個醫療資源咧越嚟越緊張嘅局面噶。咁其實啊而家澳洲個 Medicare 嗰個免費醫療系統咧，比起20年前、30年前咧，平均分配到嘅資源咧係越嚟越攤薄噶。咁主要原因咧係因為呢個人口增長啦，以及澳洲人嗰個效率啊，或者呢個生產率啊 productivity 咧，喺過去30年咧係冇任何改善噶。澳洲打工仔依賴嘅 childcare 方面啦，咁工黨承諾咧會喺未來咧花費呢個10億澳元啊，喺160間 childcare centre。咁 by the way 係分開4年啦，即係咧每年咧就起多40間。咁基本上咧係冇任何幫助噶。嗱，咁呢個咧就係澳洲工黨啦。咁國防開支方面啦，嗱，我知道好多觀眾咧對軍事方面咧係冇興趣噶。咁但係當大家睇到條數之後咧，我驚嚇親你啊！工黨承諾啊，會將而家澳洲嘅國防開支啊，由每年啊，由而家嘅590億加到未來嘅790億。有眼力嘅觀眾已經睇到啦，哇，咁多支出！咁如果嚟緊啊，中國啲經濟唔好，澳洲嘅收入啊少咗，咁多支出，啲錢又少咗，咁點算呢？咁工黨咧係冇任何嘅 plan， 冇任何嘅計劃噶。咁即係話咧，工黨啊呢一大堆啊要澳洲政府啊額外使錢嘅選舉承諾咧，佢係冇任何 budget plan 咧去 support 佢噶。咁即係會點咧？即係未來啊好多呢啲工黨承諾嘅 plan 咧嘅選舉承諾咧，未來咧好多咧有機會咧係會爛尾噶。咁呢啲咧都係小事，最大鑊咧就係澳洲政府而家個債務啦。澳洲政府嘅債務啊好快咧就會達到呢個1萬億澳幣啊！咁呢個咩概念呢？就係澳洲政府而家嘅債務呢，去喺2023年咧已經達到佢整體 GDP 嘅大約係30%啦。我相信呢條數去到2025年呢已經達到佢 GDP 嘅1/3啦。咁大家睇翻呢個圖表啊，咁基本上澳洲政府每年個財政預算咧都出現呢個虧損噶。咁大家都知道澳洲嘅出口係好依賴中國市場噶。澳洲出口去中國嘅比例係達到40%噶。係澳洲最大嘅客戶。咁受到呢個中美貿易戰嘅影響啦，咁中國嘅經濟咧係已經出現呢個急速嘅下滑啦。咁即係話咧嚟緊澳洲嘅出口去中國嘅貨物咧係會減少啦。咁因此間接地咧澳洲政府嘅收入咧都會下降噶。咁工黨以上所有嘅政策咁除咗令到澳洲政府使多咗錢之外咧，對澳洲嗰個收入方面咧係冇任何一個改善噶。咁唔單止改善唔到澳洲人面對嘅問題，咁包括呢個房屋供應不足啦，呢個生活成本上升啦。咁如果當未來澳洲政府嘅財政預算個收入來源越嚟越差嘅情況出現呢，咁好有可能澳洲政府內部就會需要進行呢個內部嘅裁員。咁第一波受到影響嘅就係澳洲政府聘請嘅臨時工，咁包括一啲短期或者長期嘅合同工。咁呢一批人係第一批係會受到波及㗎，因為佢唔需要解僱你，佢只係需要唔同你簽新約就可以趕你走㗎啦。福利支出方面啦，嗱咁佢未必係會減福利㗎，因為講出去如果減福利嘅話係會令到呢個民眾就非常之唔開心㗎。咁但係澳洲政府可以透過2種手段去削減呢部分嘅開支。咁第一個手法就係我唔加福利咯，即係譬如俾開你嘅養老金可能係1000蚊一個月，咁我假設通貨膨脹升咗3%，而澳洲政府可以做嘅就係咁，我唔調整你嘅福利，咁其實變相就係減咗福利啦。咁第二個手段就係透過行政手段喺審批呢啲福利嘅時候係變得越嚟越嚴格。
咁以上呢兩種手段啊，除咗咧係可以削減到澳洲政府嘅開支之外咧，最重要嘅就係唔會太影響佢手上嘅選票。咁第三招咧就好大機會咧係會削減冇投票權人士嘅福利。嗱，喺澳洲你唔好以為你攞到呢個 PR 咧就有投票權喎。因為根據澳洲嘅法例規定，你必須要成為呢個澳洲公民你先有呢個聯邦政府嘅投票權噶。咁但係咧，其實 PR 咧佢可以享受到嘅福利咧，同澳洲公民咧係差唔多嘅啫。咁因此未來澳洲政府會唔會削減呢一批冇投票權嘅 PR 或者一啲持有澳洲或者一啲持有紐西蘭公民嘅人士嘅福利呢？個可能性咧係有噶。咁所以咧去到呢度咧，如果你係投資者嘅話咧，有以下幾點咧，大家需要注意啦。咁如果你係租開一啲俾一啲攞緊呢個澳洲政府福利嘅租客啦，咁呢批人未來喺呢個交租方面咧就可能會出現風險啦。咁或者如果你個租客咧本身係做緊一啲澳洲政府嘅臨時工咧，咁呢部分咧大家都需要注意翻啦。咁對於一啲如果你冇呢個投票權嘅居澳人士或者你係攞緊呢個澳洲嘅 PR 啦，咁我建議你咧盡快咧都去申請翻呢個澳洲嘅公民資格，因為始終咧澳洲係一個民主政府啊，你手上擁有呢個投票權嘅話咧，澳洲政府咧無論邊個黨都好啦，多多少少咧都會聆聽你嘅心聲噶。咁起碼喺福利上面咧，佢第一個咧係唔會搞你啲福利先噶。咁但係整體嚟講由一個唔識理財嘅政府去領導呢個國家咧，咁當然啦，澳洲唔會陸沉啦，就算個政府點差都好啦。咁但係咧，澳洲政府未來嗰個財政咧係大家睇到啦，係會越嚟越差嘅。你爭落1萬億嘅債務喂，唔好話還本金就算每年還釘還利息喂，你都已經好困難噶啦噃。咁 anyway， 今集嘅分享咧去到呢度，感謝收睇Total TV，我哋下次見，拜拜。